后来宜兰这场的婚礼真特别哦，这个新郎是出动着14台的连结车的车头去带新娘。手提红色捧花，笑到够欢喜，看得出来心情真好。这位新郎就要甲水姑娘带转去，带亲的方式阁真特别。14台连结车的车头顶悬阁绑粉红色的气球，才连结车无再会再幸福。比较不一样的迎娶方式，又比较特别啊，让人家惊奇又惊吓。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迎娶队伍？没有觉得怎么样？第一次很赞。除了14台连结车的车头，阁有一台劳斯莱斯和一台高级的进口车，规个带亲的车队价值真悬，嘛有伴娘开始幻想家己的婚礼。我们一个规格是那个南方澳的船。你讲我带是我用直升机，你们是想要用直升机安尼着？你刚刚这个规模安尼，真袂歹。新娘穿新娘衫，红棍顶头阁挂一条金破链。新郎伫带亲的车队发挥创意，要伫结婚之间有美好的回忆。